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講鬼夜話，我係盧斯發，又嚟同你響夜深講香港最寒嘅角落。今晚目的地中環高街鬼屋，見證瘋狂、絞刑同冤魂嘅古建築，入邊回音從來唔止風聲。響未開始故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頻道，俾個 like 支持一下我哋，同埋可以分享俾其他人。高街鬼屋建於1860年代。最初西營盤社區大樓及精神病院，病人遭冰水浴、電擊、綁床，夜晚集體尖叫。日軍佔領改當間病院兼刑場，搞死過百戰俘抵抗者。戰後荒廢，夜晚行過聽瞌聲、繩索摩擦、冤魂回音室。第一個真人真事發生響2000年代初期。有個響西營盤醫院做開嘅夜班護士叫阿玲，嗰陣佢啱啱轉夜更冇耐，剛好負責嘅樓層就係望住高街鬼屋嗰一邊。嗰晚差唔多12點幾，病房終於靜晒，得返監察儀器嗶嗶聲。阿玲照平時一樣攞住 clipboard 同手電，沿住走廊慢慢巡，行到尾拉開窗簾望出去，見到對面高街鬼屋個外牆幾層高嘅花崗嘅石牆，拱門黑晒。淨係得街燈打到少少黃光上去，好似一大塊石頭壓住成條街。佢自言自語講，都係間舊樓啫。啲人成日話鬧鬼，可能太多傳聞。正想緊一刻，突然聽到一陣好輕好遠但又好真實嘅女聲，嗰種唔係尖叫，而係好疲累好痛嗰種叫聲。聲音由對面鬼屋地底嗰邊，好似透過石牆慢慢滲上嚟。救我，痛，放我出嚟，4個字，一個停一個停，好似每講一句都要用晒全身氣力。阿玲第一次以為係對面大廈有人嗌交，特登開窗聽清楚啲，點知夜晚成條高街出奇咁靜，冇車聲，冇人講嘢，得返嗰把女聲，好似就響醫院對面地下嘅某一間房入邊響入邊，喊到中途仲夾雜啲金屬聲，好似有鏈拖過地面。嗰下佢毛骨悚然，心入邊即刻浮起，同事講過一句：高街鬼屋以前地下係鎖精神病人同死囚嘅地牢，夜深會聽到人響地底喊聲。佢唔敢再望，關翻窗簾，影咗住時間同方向，翻去護士站打電話落去保安室。過咗10分鐘，醫院保安同警方都上到嚟，一齊企響窗邊聽。但係嗰陣室外已經得翻風聲同遠處1兩聲的士收油。警察話可能係醉酒人士經過啦，已經冇聲啦，跟住就落樓查。但係高街嗰邊冇見到任何人影。阿玲表面上笑笑口話可能我聽錯啦，但係心入邊好唔安樂。第2晚佢照樣巡房，不過去到尾嗰堆窗佢冇再拉開，只係快快脆脆望2眼就想行翻轉頭。偏偏嗰一刻個合聲又嚟翻，咁今次唔止得女聲，先係同一把女人低低咁喊，好辛苦，唔好再電我。跟住另一把粗啲沙啲嘅男人聲響下面傳上嚟，唔係講嘢，而係一種斷斷續續嘅喘氣聲，每一下都好似有人捉住佢條頸掙扎緊呼吸。再之後就係清清楚楚嘅聲響，金屬腳嘅拉過地板，酷酷酷，一聲聲拖行，好慢但節奏好實在。阿玲企響窗前，成雙腳都軟咗。佢明明知道對面而家係一棟封咗做古蹟嘅大樓，地下冇再開病房，更加上冇人會用腳鏈，但嗰啲聲好真實，真實到佢可以想象到幾十年前有病人被綁實響床上，或者囚犯帶住腳鏈由地牢一路拖上行刑台。之後幾晚，阿玲開始瞓得好差，合埋眼，耳邊就會響起嗰句救我，放我出嚟，加埋鐵鏈聲。同事話佢面青龍白，以為佢係夜更太疲累，要佢請假。阿玲自己都頂唔順，索性放假嗰幾日上網查資料，又問咗一個響醫院做咗10幾年嘅前輩，前輩攞出舊剪報俾佢嚟，上面寫住當年高街鬼屋地牢曾經用泥關、躁狂同暴力傾向，寄精神病人，用鐵鏈綁實，甚至日軍時期有囚犯響地下被電擊鞭打。嗰一刻，所有聲音都好似串連晒，女病人喊聲，男人喘氣，腳鏈拖地，同佢聽到嗰幾晚一模一樣。再返夜更嗰晚，阿玲響交更前同上司講，
我可能唔太適合做夜班，冇講原因，只係話自己睡眠問題、情緒壓力。上司都知高街嗰邊好多傳聞，最後幫佢調咗去日更，同時避開咗面向鬼屋嗰層。之後好耐，阿玲都冇再夜晚行過高街。有時坐巴士經過，只要遠遠見到石牆同拱門，耳邊又會浮起嗰句救我、痛、放我出嚟。佢話最恐怖嘅唔係見到咩野影，而係你知道嗰啲聲音有可能真係存在過，只不過而家得返你一個人，仲聽到佢哋嘅吼聲。第二單讀者分享真人真事。當年幾個朋友觀賞完大迷信電影，好奇之下3、5成群夜探高街鬼屋。讀者借用地面廁所之後上2樓會合，點知完全唔見朋友，反而見一間大房，整幅牆都係奇怪壁畫，各種扭曲人臉怪畫。佢大叫朋友名，冇人回應，以為佢哋落樓下，就落返地面，都係冇人。突然聽到2樓傳朋友聲音，佢衝返上去，終於見到班朋友，問點解唔見咗？朋友話：我哋一直響度揾你，揾唔到。過幾日，學校一個玩鬼屋朋友突然把聲變咗另一人，目露凶光望住大家。第2日，老師話佢退學，原因冇人知。讀者話嗰間壁畫房似精神病院救畫畫病人幻覺嘅地方，聲音同人仿佛被換咗。第3單真人真事發生響2010年代中，有幾個大學生阿偉、阿俊同阿明，3個係建築系同歷史系嘅死黨。佢哋平時最中意夜探廢樓拍片，仲想做畢業 project。嗰晚目標就鎖定高街鬼屋。聽講2樓病房有戰時刑場遺跡，仲有人話見過吊繩影。夜晚11點幾，3個着黑衫大頭燈，帶住 GoPro 同 iPhone，由高街後巷翻過鐵圍欄入去。當時鬼屋周圍仲有臨時圍板工程，但中間留咗條窄縫，夠一個人側身轉。入到去先感受到成棟樓嘅壓迫感。3層高嘅花崗嘅牆、拱門、窗戶全部封死，頂部遊廊欄杆生鏽，淨係得月光由裂縫透入嚟，打響地下碎石上，形成詭異光斑。佢哋沿住破樓梯慢慢摸上2樓，樓梯每級都發出吱吱木板聲，空氣發毛味重，好似混咗藥水同鐵鏽味。阿偉負責拍攝，阿俊用手電探路，阿明攞住對講機同指南針，話要測下有冇磁場異常。行到2樓走廊盡頭，推開一間標住舊病房記鐵門，入邊係一個20尺嘅大房，牆身剝落，地上散滿碎磚同舊床架，頂部係高8尺嘅木 winter， 漆脫晒，露出黑又有木紋。手電一照，佢哋即刻發現梁正中間吊住一條手指粗嘅麻繩，直落嚟2公尺，成頭打咗個標準絞索結，輕輕響半空搖晃。喂，呢條繩真唔係道具。阿偉即刻 zoom in 拍攝，但房間完全冇風，窗封晒，門都冇開，麻繩搖得緩慢，有節奏，好似有人由遠而近拉緊繩索。阿俊心血來潮，企近啲，用手去推，繩即刻反彈，發出拍一聲低鳴，響空房回盪好耐。正拍緊嘅時候，阿明手電突然掃到牆角，有個黑影，唔係普通陰影，而係一個半人高嘅人形輪廓，着住舊式條紋囚衣，袖長到遮手，褲腳磨到濕，重點係頸部有條深色繩痕，似新傷未愈，皮膚青紫。手電照穩陣，影慢慢抬起頭，動作好慢好僵硬，好似頸骨斷咗。3個即刻蓋晒，影轉過嚟望住佢哋，雖然冇面，但可以感覺到一對眼由黑暗盯緊。跟住就聽到一把沙啞低沉到似由喉嚨深處擠出嘅聲，輪到你啦，唔係普通粵語，而係帶日本腔嘅舊式廣東話，尾音拖長，好似繩咁頸上勒緊。阿偉 GoPro 自動錄緊，鏡頭捕捉到成影突然加速搖，同時牆角影消失，但成腳留低一灘水跡，似腳印抗痕。阿俊腳軟到跌低，撞翻舊床架，發出巨響。3個唔講嘢，尖叫住衝出鐵門，一路跌一路爬翻落樓梯，
翻圍欄時，阿明仲割雙手，血流到手機螢幕，跑到高街安全位，佢哋喘氣半日，播翻片，畫面清楚見到麻繩由靜止到搖晃，牆角影轉身，低沉呢男聲錄晒落去。事後 check 呢條繩真係遺留，據古蹟辦檔案，高街鬼屋2樓走廊同病房確實係日軍執行絞刑嘅位置，繩索同結法同戰俘處決記錄吻合。有人估計繩上仲殘留最後氣息，有人認出囚衣款式係1940年代日軍戰俘制服，但係3個主角之後出咗事。阿偉話每晚瞓覺會聽到繩索摩擦木聲，即使關窗鎖門。阿俊放棄建築係轉行做文職。阿明最勁，成日話見到頸上有繩痕，後嚟退學出國，片最後 delete 咗話唔想再夜。阿偉後嚟講咗一句：嗰晚最大恐怖唔係見影，而係知道條繩真係殺過人。當你企喺絞刑房聽佢講，輪到你會明白點解高街鬼屋夜晚總有人唔敢望2樓窗。呢啲經歷嚇人。高街石口牆高頂聲學強，低頻狹喘儲存反射，夜晚明顯似回音，心理暗示之歷史黑暗，腦補幻聽幻影。但當然好多事情科學未必可以解釋到，有啲地方本身唔應該去就千祈唔好去，因為唔知下一個幸運兒係咪自己。高街鬼屋冤魂定幻覺？你遇過朋友失蹤異空間？留言話俾我知你嘅經歷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，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，同埋分享俾其他人。我哋下個星期六再見，繼續發掘香港都市傳說嘅另一面。